喺香港嘅茶餐廳同冰室文化裏面，食客一般都係食完嘢之後先埋單。但有間旺角老字號嘅冰廳，近期因為一項針對遊客嘅付款新規定，同一位光顧咗50年嘅熟客發生爭執，令事主大感心淡。事主他當日喺嗰間冰廳食嘢時候，同一對新加坡遊客搭台一齊坐。事主出於好意，仲用簡單英語向遊客介紹冰廳嘅食物。之後有侍應就嚟幫遊客落單，竟隨即要求新加坡遊客先俾錢。事主就同遊客講：呢度係食完先俾嘅，卻立刻俾侍應同收銀員指責多餘咗，住晒做嘢。事主憶述，自己作為熟客食嘅係人情味，卻被惡劣態度對待，令他非常難受。事主指經過呢件事之後，以後都唔會再去幫襯。就因為呢件事件，聯絡咗冰廳嘅第二代負責人陳先生，他解釋：要求遊客先俾錢嘅規定已實行咗約2個月，原因係近來多次發生遊客身上只有信用卡而無法埋單嘅情況，個客要坐喺度揾人幫手，坐成個鐘先揾到人嚟俾錢，咁即係公司蝕俾人。其實我都係為遊客着想，唔想到最後個客尷尬，20幾人望住佢冇錢俾，佢又慘時我又慘。他亦都補充，店鋪學習要與時並進，除咗收現金和八達通，亦已接受支付寶，並將於下月增設信用卡支付。